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的斗南出产着马铃薯，特别来举办着青人挖马铃薯的活动。大细汉朋友穿着雨鞋，抓着沙条拼过关，算甲真欢喜。 囡仔穿遐讲牙拖车伫土内底咧挖来挖去找马铃薯，这是斗南一年一摆马铃薯节，有真侪乡亲参加。云林县内种马铃薯的面积差不多有1200公顷，斗南种500公顷，是上大的产区。公所办这个活动是希望各界一人了解马铃薯的价值，甲农民的辛苦。拄好一个好天气，适合全家大小来这个挖马铃薯吃马铃薯。马铃薯的种植对我们整个台湾的这个粮食安全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乡亲直接体验我们栽种马铃薯，也体验我们农民的辛苦。除了青人挖马铃薯，嘛有过关的游戏甲美食摊，好乡亲有通耍，嘛有通食，为无同款的角度去认捌这项作物，嘛留下美好的回应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